讲到咱国内新冠疫情仍咧加悬，早起卫福部长邱泰源因为这快筛试剂未付补货，甲民众回息咧，也讲这礼拜呢会当补货60万剂，后礼拜会当补120万剂。另外，疾管署也讲，目前公费的抗病毒药物库存是拢有够的，也鼓励民众大家拢去注疫苗。 民众走药局买快筛买无，面对国内疫情阁压起来，家用快筛煞歹买。卫福部长邱泰源29早起对普惠未付回息的，表示已经加紧处理。抱歉，因为这个生产铺路的一个过程，所以差了1-2天。这个礼拜会受厂商日以继夜，会铺到大概60万剂那下个礼拜会铺到120万剂目前新冠快筛已经第3大超商铺货，邱泰源表示会陆续扩大到第4大超商加连锁药局，一定后礼拜铺货量会有120万剂，是预估病症人数的几落倍。只是卫福部的相关政策，煞引起基层药师协会批评。单点的社区药局是占了近80%，连锁只有2%。当在发快筛的时候，又是我们社区药局作为防疫的尖兵。 可是当这个缺货的时候，快筛就先给财团去贩售。那快筛歹买，新冠药物嘛传出有欠货，不过疾管署赔货，基层欠药不是事实。公费抗病毒药物的库存配置后期目前拢真充足，无问题。第一线最常使用的口服药物 Paxlovid 贝拉韦的部分呢，目前存量还有40多万人份而且有1500多个配置点，不管是供应或者是调度，还有配送的部分都没有问题所以并没有缺药的状况。 疫情快速压起，也互民众注新冠疫苗的意愿增加。2月一天超过15000多人注射，创下今年单日的新高。疾管署也表示，公费疫苗库存充足，也有308万多剂，鼓励民众一旦踊跃注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